赛的头带，请立刻交到司令台前，谢谢。请3年级趣味竞赛的头带立刻交到台前，谢谢。我们急用，谢谢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请全党开发班参加60公尺赛跑的小朋友到台前领奖。请全党开发班参加60公尺赛跑的小朋友，我们到台前领奖。跑道上即将进行的是幼儿园60公尺的赛跑，我们来为这群小宝贝加油！大会报告，我们请5年级参加趣味竞赛的同学到定点集合。